殘疾係上世俗初時最端嘅迷信，狩獵白化症小朋友。雖然我哋已經身處喺 AI 嘅時代，但仲有好多迷信仍然困擾我哋傷殘人士。好似我阿嫲咁，都覺得我係咪上世祖先返嚟攞債啊？或者有啲屋企人甚至自己都覺得係咪前世做錯咗嘢呢？仲有喎，俾凡人嘅白障掃到之後會衰幾年，不過呢啲都只係啲小迷信。世界上仲有啲迷信係會死人嘅。喺東非嘅坦桑尼亞、馬拉威、津巴布韋等等嘅國家，仲認為白化症患者嘅身體可以帶嚟好運，而狩獵白化症小朋友去祭祀，甚至食埋佢哋，因為佢哋嘅身體可以賣出租價，所以佢哋只好匿埋。但有時親友都會出賣佢哋，隨時命仔都冇埋啊！因為在歐洲國家統治嘅年代，白人同黑人嘅社會地位差太遠啦。對非洲人嚟講，白化症嘅人係最接近白人嘅存在，所以希望透過獵殺佢哋做祭祀而得到白人嘅待遇。至於點解喺21世紀嘅香港，都仲有咁多人覺得殘疾係上世做錯事嘅呢？身為殘疾人士，無論喺生活品質、學習、工作機會，都仲係比健全人士差。詩韻覺得身為殘疾人士係一種懲罰。如果有一日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生活，可能就可以淘汰咗呢種迷信，令更多殘疾人士突破佢哋嘅局限。